要来传讲上帝的信息，心中追远，清明思孝，请大家恭敬来听。所敬听下这大家平安，互咱伫这个寒天，应该是春天，抑阁亲像寒天同款，总是伫这个寒冷的天气，互教会通过清明对诗来悼念伫咱中间，甲咱同齐做伙礼拜的兄弟姊妹。求上帝安慰，踮伫咱的中间，咱同心做伙来祈祷。历史的主宰，阮所信靠的上帝，万物伫你掌权的中间。阮一生的日子是70岁，若是勇壮通到伫80。其中充满侪侪劳苦甲愁烦，特别上帝求你教示阮怎样算消阮的日子，互阮通得到智慧的心。但教会三甲一只少年，伫过去侪侪信仰的先辈，因听主听人。上帝啊，你的安慰伫阮的中间，求你也施恩赐福。互阮每一位你所听的囝儿，愿同心伫你面前来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伫去年教会第一摆举办亲人对诗的礼拜，互侪侪人得到真侪的感动。其实这个礼拜主要要表达的，就是基督教是一个强调友好，也是讲孝敬父母的信仰。过去咱真侪民间的人误解基督教的信仰，就是无孝敬父母，总是互咱搁一摆通过上帝话来深深来入捌，成做一个基督徒。的确，伫咱的生活的中间，对养育咱的父母，伫在生的时阵，咱爱友好伊；当父母无伫咱的中间，咱爱孝念伊。孝念父母，留互咱好的信仰，伊的好所行，永远藏伫咱的心内。咱知影清明节是咱台湾人民俗的中间一个真要紧的节期，也是伫一年24个节气的中间的一个。孔子的学生詹子，伊捌讲过一句话，伊讲：“心中对远，民德所归。”心中对远，民德所归。这是表明，当父母离开咱，或者是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做囝儿逝世，都爱真心中来处理丧事的代志。那呢，爱真爱行礼，对咱的祖先，对咱的亲人，来表达咱的尊敬，咱的追思甲孝念。那是安尼，人民的伦理道德就会当得到维持，甚至会当伫遐发扬光大。到伫今仔日，咱台湾人要继续延续这种清明追思先祖的友好的典范。咱台湾人逐年拢咧过清明，甚至伫这个中间，咱咧扫墓追思咱的先人。咱知影清明这句话上早伫倒位开始？清明这句话上早是出现伫汉代《淮南子》这本册内底。
有一句话安尼写：春分了后的15日，斗之一最清明。咱知影，伫这个八卦内底，有天机甲地干，用甲乙丙丁五季庚辛壬癸，搁一个就是子丑寅卯，这两个甲合做伙，叫做天机甲地干。所以斗之一最清明。伫这个清明的时阵，拄是万米开始经过冬天了后，伫遐生长、布芽、开花的时阵，是表明春天已经到啊。所以，咱的政府伫民国24年的时阵，就定到4月初5做清明民族扫墓节。民间宗教人认为，咱的先人、咱的时代、咱的父母过身去，就变做鬼魂。所以今日孙来甲伊祭拜，或者是伫清明的时阵来陪奉，就会得到祖先的庇荫，甲伊祝福。今日孙大赚钱，事事通得到平安。伫《礼记》的内底记载，万米本乎天，人本乎祖，是咧表明伫这个祭祖的观念内底，和宗教甲伦理道德来结合，成做民族的文化。也就是台湾人的文化内底，除了人甲人甲咱的父母这种伦理的关系真重要以外，加上宗教信仰伫迄个中间。就成做咱民族的文化，也成做咱台湾人的文化。所以伫清明这段中间，咱做敬儿孙的，的确爱去扫墓，伫迄个中间来追思孝念咱的祖先的好所行，互一代煞过一代。总是徛伫基督徒的信仰内底。咱甲民间的信仰的想法无同款。基督徒的信仰中间，咱相信万米拢出伫上帝，伫上帝所造宇宙万米甲受造，包括人伫迄个中间，人类最后的终局，或者是这个世界最后的终局，就是要倒转到伫上帝所怀。就是人要倒转到伫上帝心怀的中间，因为咱相信一切祝福是对上帝来，所以咱的父母、咱的亲人、咱的朋友，成做基督徒来离开咱的时阵，咱毋是伫遐甲伊祭拜，咱通过新鲜的花。来表达咱真心中真唔甘来追思甲孝念。上时阵，咱通过做礼拜，伫吟诗、祈祷、读圣经的中间，来感谢上帝恩典甲祝福，互咱有一段遮尔甜蜜的时间，相交咱甲咱的父母、咱的亲人，甚至咱的囝儿。会当相甲斗阵，伫这个有限的世间，像是咱将祖先、亲人、朋友的好所行，因水的信仰，永远留伫咱的心内，甚至咱会当一代煞过一代，将这个信仰来传承伫咱的囝儿、咱的家族的中间，无袂记住上帝听。上帝恩典伫咱的家族的中间，所以今咱通过所读的圣经，咱要三甲来思考几项代志。头一项，咱要来看基督徒积极的孝道是什么？今咱所读的圣经伫出埃及记第20章，是记载耶和华上帝。来呼召摩西到伫西奈山的所在，
亲自来颁布10条诫，予以色列百姓。咱知影以色列百姓对约瑟了后，因伫埃及的所在做奴隶，做430年。伫这么长的时间，以色列人已经成做一个奴隶性的民族。总是上帝任命这个民族，通过摩西来带领因来出埃及，要建立一个国家，成做上帝所竞选的选民。所以，上帝所竞选的选民，不是一群乌合之众，的确爱认捌敬畏上帝，爱会晓知影怎样伫人甲人的中间，迄个伦理的关系，迄个道德互相伫尊重的中间。虽然看见伫10条诫内面，第1诫甲第4诫，上帝伫迄个中间咧强调一项，就是人爱有安息日，然后爱停止咱所有的工作，来敬拜独一真的上帝。这种的信仰，唔那是以色列人的信仰，是上帝所颁布这个律法，到伫全世界，到伫今仔日21世纪，人拢遵守。都是6天了后，一定有第7天，叫做礼拜日，爱做礼拜来敬畏上帝。对第5诫到第10诫，就是咧讲起人甲人的关系，人甲人一种伦理的关系，甲互相伫尊重的中间，才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所以主要所将这个10条诫伫新约的中间，甲转化成做12诫的信仰。什么是12诫的信仰？伫一个得的这个部分，就是人爱真心、真性、真意来敬畏上帝。伫坏的部分，就是爱疼人亲像家己。这个疼人，包括伫咱家庭的人，包括伫咱的朋友，包括伫咱的厝边，用相疼来建立一个咱的生活的中心。这个就是耶稣将10条诫伫新约就转化成做12诫的信仰。这2条诫命，疼上帝、疼人，就成做一切律法甲先知道理的总拳头。这是伫第5诫10条诫了第5诫。伫这中间强调的，就是要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上帝所赏赐你的土地，得到久长，得到长岁寿。咱看见伫整个10诫内底，只有第5诫是带着应允，带着祝福。这个应允甲祝福，就是人做囝儿时势，爱会晓守孝家己的父母。那安尼时阵，上帝就要甲咱祝福，互咱伫世间得到久长，来得到长岁寿。对照咱看见，孝顺友好父母，是人甲人伦理生活中间一个真重要的人伦的关系。有一句话安尼讲：百善孝为先。咱来当行真侪好事，但是咱袂晓友好咱的父母的时阵，安尼咱所行的好事，并不是完全。所以，所有的好的代志，爱将友好是大人做第一重要。所以，父母有责任受上帝托付，来照顾、养育囝儿，互因长大成人。但是做囝儿的有一个责任，就是当咱大汉成家立业了后，父母已经年老，咱的确都爱该友好、该照顾，互伊到伫伊人生的终尾。虽然看见主耶稣伫世间的时阵，伊正做约瑟甲玛利亚的囝，主耶稣一方面爱帮衬伊的老爸约瑟来做目工，一方面伊爱正做人伫这个世间来照顾友好伊的父母约瑟甲玛利亚。
虽然伫孔子所教的《孝经》这本册内底，又讲孝是什么？这个华语来读比较顺。伊讲孝是什么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孝之终也。这句话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讲一个人，咱的身躯、咱的头毛、咱的皮肤，拢是出自父母的生产，然后伫遐互咱通大汉。所以做囝儿的，的确爱体会老爸老母的心，唔通来拍歹咱的身躯，唔通互咱的身躯毁坏受伤。当咱会当好好照顾咱的身躯的时阵，这个就是有效的开始。但是唔能安尼啦，定爱搁进一步，伫做人做代志，拢爱规矩。唔通懒散来，唔通懒散做，那是安尼时阵，就咱的品行、咱的品德、咱的好所行，就会当成做真侪人的典范，真侪人的效法。那是安尼，就是爱归功伫父母的养育的辛劳甲栽培。咱就会当和祖先的名得到荣耀，这个就是孝的完成。所以几啊千年前，孔子就咧讲到这个孝。什么是孝的开始？就是爱先做囝儿的，爱照顾家己的身躯，照顾好势。什么是孝的完成？就是咱爱尽力做一个正当的人，然后无互咱的父母得到见效。那安尼时阵，就是孝的完成。我就来讲，基督徒的积极的孝道是什么？基督徒积极的孝道，就是强调一项父母要伫世间的时阵，做囝儿的应该尽力来陪伴伊、照顾伊、抚养伊、孝敬伊，互父母会当得到满足，甲得到安慰。这个就是基督徒所强调积极的孝道。俗语安尼讲，生前一粒豆，较赢死后拜低头。民间信仰真强调的，就是过身了后，做真侪礼仪来表达讲子孙的真友好。这是基督徒所重视的，毋是？是当咱的父母要活地的时阵，咱的确都用咱的行为、用咱的信仰、用咱的好所行。来好好友好咱的父母，这个就是基督教积极的孝道。第二项是敬祖，唔是祭祖。咱知影伫以色列民族内底，真重视信仰的传承，特别伫旧约甲新约的中间，拢有记载家谱这样代志。特别咱若看历代志相关的时阵，什么人是什么人，什么人是什么人，咱会感觉读袂落去。其实因所要强调的，就是讲，咱毋是偶然产生的，咱毋是摸摸塔路上，咱毋是对土啊逼出来，咱是对咱的祖先一代一代一代，到伫咱这个中间。咱来看新约马太福音第1章17节到第17节。第1节到17节，写讲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代笔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然后对亚伯拉罕到伫代笔14代，代笔到伫狩猎到伫巴比伦14代，巴比伦倒转来到伫耶稣基督的出世14代。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一代一代写甲真清楚。特别咱看路加福音第3章23节到38节，路加咧描写家谱甲马太无同款。马太是强调伫犹太人的家谱，对亚伯拉罕开始。这是路加福音是正做一个外邦人的福音，无重视
犹太人上帝的选民，所以这个家谱对耶稣基督一直杀到倒位，杀到伫上帝的囝亚当开始。安尼什么意思？安尼意思是讲，咱正做人类活伫这个世间，咱的祖先对老爸、对阿公、对阿祖、对太祖、对太太祖，一直杀到上第一个是什么人？都是上帝。当咱会向人祖归宗的时阵，就是咱爱敬拜上帝。这是对儒家的角度，伊要描写的。人类第一个会向敬拜上帝，就是咱会向敬拜咱的祖先。对咱会当看出一个民族对祖先的敬重，一代线过一代，来建立族谱，纪念祖先的德范，这是合乎圣经的教导。咱知影伫民间信仰的中间，什么人会当上红架桌顶，放伫神主牌啊，还是公妈牌的中间？就是士大人过身去了后，爱做七，爱做8日，爱做对年，对年了后就甲罗上红架桌顶，就是放伫这个神主牌还是公妈牌后壁有一块插片，这个插片中间爱写咱的祖先当时出世，当时过身，所以一代一代拢放伫这个神主牌内底。所以每一届牧师伫圣别礼拜拄偶像的中间，有真侪人真烦恼，讲我这代信耶稣，但是我的祖先拢无信耶稣，啊要安怎？将来阮去的所在无共平。伫民俗的处理内底，牧师会将这个神主牌后壁这历代历宗，迄个一块插牌。摕来放伫手的中间，牧师替因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名，或者历代祖先过去毋捌听见耶稣基督福音，都是对他要宣告或者祖先来归入伫耶稣基督的名，救民和做囝儿孙的安心，讲我甲我的祖先拢会当归入伫耶稣基督的名。所以一般人通过这神主牌、公妈牌中间，上面因就是要借着年节来拜祖先，要表达迄个香火的延续一代过一代，也表明这个祖先会当庇荫、保护伊的子孙。这是互咱知影民俗是安尼处理，总是基督徒无共款。咱确信，咱一生的日子，拢伫上帝的掌权中间。对照我伫祈祷内面，安尼，你们有注意到，摩西伫诗篇90篇安尼讲：上帝啊，阮一生的日子是70岁，若是庸众通到伫80，其中充满劳苦甲愁烦。上帝啊，求你教示阮会晓算数阮的日子。互阮通得到智慧的心，直接要表明的是什么？是咱的一生的日子，无论长还是短，拢伫上帝手中。当咱行完人生的旅途了后，照希利比来书第11章讲，咱要倒转去更较水的家乡，咱们拢要倒转去咱的主耶稣为着咱备办更较水的家乡，伫遐永远得到安息。甲咱的列祖拢伫上帝的心怀内底。咱所读的圣经启示录21章，安尼写，是咧写这段圣经是咧写将来伫终末，这个世界终末了后，伫上帝国度内底是什么？讲上帝要甲咱伫地，咱要做上帝囝，上帝要做咱的天父，伊要赐给咱隆重的目屎。伫上帝国度内底，无阁有痛苦，无阁有悲哀，无阁有痛痛，这些代志拢已经过去。咱要伫上帝的国度内底，
伫遐永远得到安息。所以基督徒毋是咧祭祖，过年过节爱举香来祭祖。基督徒是敬祖，是尊敬咱的祖先，所以咱都爱详细来记载咱的祖先的族谱、信仰的事迹、信伊的相片，甚至伊的好所行。所以每一届咱伫清明节扫墓的中间，互咱做伙来追思孝念，都正做历代子孙来学习咱信仰的前辈，伊伫信仰的中间的好所行，为教会所做水的德范，伫一生的中间留落水的脚迹，互子儿孙永远来怀念、来学习。特别伫安息周年的时阵，会当通过家庭的礼拜，互咱共同伫遐追思甲孝念。清明也是讲清明节应该成做一种敬天的伦理。什么叫做敬天的伦理？就是一种清明，是一种敬畏上帝，用心中伫阮的心来尊敬、孝念、追思咱的祖先，孝敬咱的父母的基督教伦理。换做来讲，基督徒用孝敬父母的行动来表达咱的信仰，也伫咱的信仰的中间来做水的见证。今年咱的教会举行亲人追思的礼拜，隆重有152个家族提出这个相片，有人有睇，有人已经找无这个相片，无要紧，总是咱会当做伙来追思安息伫主怀咱的祖先、咱的亲人、咱的朋友，甚至到咱同齐做伙伫这个所在做礼拜，咱的兄弟，甚至是咱的囝儿、咱的查某囝。愿上帝安慰伫咱的中间，也上帝安慰咱每一个家族，上帝一心来安慰咱每一个人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全能的主，阮的上帝，受造物甲这个宇宙，拢活伫你立理的中间。伫心中对阮清明思孝的时阵，互阮深深体会，阮是受造物。阮伫一生的日子遮尔短暂，总是当阮有限的日子的时，阮会晓来敬畏上帝，因为阮知影，伫将来阮也要倒转到伫主你为阮备办的所在。阮一只同齐来孝念阮的先人、阮的祖先、阮信仰的前辈、阮的亲人、阮的兄弟。求上帝，你将你安慰的灵放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对信仰来得到信心、毋忘甲疼痛。同心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咱看这边。